你有冇發現啊？好多時候咧，你係嗰一個在場嘅人，朋友心情唔好咧，你會出現；有人需要傾訴咧，你會聽；氣氛冷淡咗，你會撐住。你好少缺席，好少令人失望，所以大家都會覺得啦，有你喺度就好啦，你一定會明嘅，同你講嘢最安心。但只有你自己知道啦，當你難受嘅時候，你要安靜落嚟，你唔會第一時間揾人，亦都唔太知道可以揾邊個。你習慣咗一件事，把自己嘅需要咧放到最後，先聽其他人啦，先陪其他人啦，先處理其他人嘅情緒。久而久之，你就變成一個好識得陪伴人嘅人。但同時，你亦都慢慢失去咗一件事，因為大家都以為啦，你好穩定啦，你唔需要啊，你自己可以處理啦。但其實你唔係唔需要啊，你只係太習慣做嗰個照顧其他人嘅人。有時候你都會諗啦，如果有一日你乜都唔講嘅話，會唔會有人主動會發現呢？如果你唔再撐住嘅話，會唔會有其他人嚟接住你呢？呢種孤獨並唔係身邊冇人，而係冇人企喺你嘅位置陪你一次。如果呢條片講中咗你嘅話，不妨喺下邊留言一個重點。